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 HP 嘅郵物訂購服務。睇下成本貴唔貴先，人做幾多嘢先？你嘅禮物好方便喎，平時返工冇時間諗禮物喎，會唔會用幾張地一冊㗎？一世唔知幾多錢先？你嘅禮物幾多地一冊㗎？哎呀，你聽埋我講先啦。HP Instant Ink 係一個嶄新嘅郵物訂購服務，計你張數，仲要包你郵物盒、配送同埋回收服務，問你服未啊？HP Instant Ink 嘅計劃靈活彈性，你可以隨時更改又或者取消服務，免年費，唔使簽合約，亦都唔使作出任何嘅承諾。家用去到中小企業都一樣啱用，就算係疫情期間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，印量突然之間變多咗都好啊，都可以即時升級同你計劃彈性打印文件。話到明係計張數，而家講緊印彩色文件就唔使再就住嚟印啦。以前講緊印一份 PowerPoint 嘅 slides， 又或者小朋友突然之間交功課要交張相嘅時候，都會覺得好肉赤啊，因為講緊印一張相，又或者係圖片嘅時候，都會用特別多嘅郵物。但係而家用到 HP Instant Ink， 佢有一啲高質嘅相片或者文件嘅時候，都講緊劃一收費。如果用家係用緊100張嘅月費打印計劃，每張 A4 大細嘅相片打印成本只有7毫子，對比沖曬要晒一張大細相若嘅8R 相片相比，價錢足足係1/35啊！當然最爽嘅一件事係 printer 隨時都喺你屋企，即係話你可以喺屋企中意幾時印就幾時印，慳翻啲時間，唔使再走多兩轉啊嘛！但係可能你哋會話，係咁印相，啲郵物咪去得好快，咪成日要換物。大家可以放心啦，因為當郵物就嚟唔夠物嘅時候 ，HP 就會寄出新一批嘅郵物盒送上府上。一嚟保證原裝正版郵物，二嚟仲可以慳咗去買郵物盒嘅時間，三嚟仲要包埋你運費添啊！四嚟同埋佢都識得個人化分析用家嘅使用量，去運送更加多用家需要嘅顏色，打破傳統自己一手包辦嘅概念啊！另外，如果嗰個月印多咗嘅話，又點算啊？唔使驚，除咗佢可以即時升級你啱用嘅月費計劃之外，亦可以加13個8買多10張又或者15張嘅額外頁數套裝，等大家送物即時，印得及時。喺優惠期間，用家只要喺 HP Smart App 登記 HP Instant Ink 嘅月費計劃，即可以無條件免費享用3個月，每個月1500，一共4500月嘅盡情打印體驗啊！哇，我都唔執輸啦，快啲去登記先啦，拜拜。